等了5個月，終於能上樓執拾了。去年11月底，大埔雲福苑發生5級嚴重火災，7棟受波及嘅大樓長期封閉。數月嚟，不少居民一直牽掛住家中嘅財物如何，那些承載記憶嘅物品如何。呢一份牽掛，隨住4月20日特區政府啟動分批上樓執拾安排，終於有咗着落。呢一次上樓執拾，特區政府冇倉促推進，樓宇結構評估、安全檢測、分批方案設計，每一步都花咗時間。唔係能進就立即放行，而係確認安全後才開放。對居民嚟講，等待雖然係煎熬，但安全上嘅把關係必要嘅。從現場管理到流程銜接，特區政府都做咗相應嘅安排。安全保障方面，動用咗逾1000名各部門嘅工作人員駐守現場，實行全程陪同，關鍵區域巡邏值守。便民方面，放寬上樓次數限制，優化交通接駁，完善現場配套，對長者等弱勢居民給予特別嘅關照。居民返家取物本身係一次傷感嘅旅程，呢個安排確實係讓過程舒心咗一啲。針對網上不許義工陪同上樓等傳言，特區政府亦都第一時間發聲闢謠，緩解咗居民嘅焦慮，喺信息公開同私隱保障之間作出權衡，主動發布執拾核心安排以壓制謠言，同時公布咗執拾流程安排，並要求媒體遵守訪問嘅規範。雲福苑居民分批上樓執拾，唔只係一次簡單嘅物品清理，亦都係災後恢復嘅重要一步。從媒體報道到居民反饋嚟睇，特區政府相關部門冇停留喺程式化嘅工作流程入邊，而係部分考慮咗居民嘅實際需要，喺安全保障同便民服務之間尋求平衡。災後重建非一日之功，上樓執拾只係其中嘅一環。希望特區政府後續能夠繼續保持對居民需求嘅關注，跟進心理疏導、住房安置等嘅事項，用務實嘅舉措幫助大家逐步走出陰霾，重拾安穩嘅生活。